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5月26號。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消息啊，今天这個萬達又有壞消息啊。21世紀財經報道說，王健林名下4億金融資產遭變賣，王健林名下金融資產再次被擺上司法處置平台。京東資產交易平台顯示，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上海萬達小額貸款有限公司70%的股權將於5月26日上午10時開啟變賣流程。變賣，這是該筆股權自2020年初首次掛牌司法拍賣以來第3次進入公開處置程序，而前2次拍賣均以流拍收場。此次變賣底價與二拍價格持平，定格於4.09億元。而其評估價為7.31億元。變賣什麼意思？它又不是拍賣了，詞兒變了，對不對？變賣我理解了，當然大家可以自己去查。這大概就是申請拍賣的人可以，如果沒人買了，那他可以把這個給買了。就申請拍賣的，也是債權人，也拿這個去抵債去了，應該這麼理解。近年來，萬達金融版圖持續收縮，其所持3張小貸牌照，除此次變賣外，一家已退出，一家從10億元減資至2億元。那麼這個新聞說明什麼？我個人理解，首先第一個，你說這個首富10幾年前互聯網小貸火的時候，人家也趁着這個風口，也搞了一個貸款公司，小貸公司，也準備放貸款。這是第一個。第二個，說明王老板現在確實一步比一步難了，一天比一天難。他的日子不是說越來越好，說能看到曙光，而是墜入無盡的深淵，現在是越來越黑暗，也就對他來說解決不了，他現在只能是硬撐，看挺到哪一天。具体原因咱們就不多說了，反正大的經濟形勢，萬達無論是房地產還是商場，這現在都是在走下坡路，你看不到什麼曙光。而王老板手上的資產就是這些東西，酒店是吧，商場、寫字樓還有住宅，你說哪個行？現在媒体說的小陽春是2手房，跟這些開發商沒關係，而且小陽春也是差不多就結束了，熱鬧一下。商場的人是不是越來越少？商場的空置率根本租不出去，賣不掉。那你空調、什麼電梯、照明、安保，那裡面的是安全設施，那一樣的不能少。就是一個商场的運行成本，它還降不下來。但是人是越來越少，客流越來越少。你說怎麼弄？越運行越虧，是個無底洞是吧？这個資金黑洞，每年都把錢往裡扔，你總不能把它關了吧？今天我們主要看幾個新聞，看第一財經日報，它有2個報道，這個2個報道也正好它解釋了為什麼這個樓市小陽春，但是這個按揭貸款卻在下降，就這意思。它的標題叫樓市回暖，為何帶不動房貸？全款買房興起，贖樓還貸再現。這個是5月25號第一財經報道說，居民加槓桿意願不升反降，存款購房偏好提升壓制貸款購房需求。4月起，核心城市小陽春行情持續。說央行最新發布的2020年4月社融與信貸數據顯示，4月居民貸款減少7869億元，同比多減2653億元。居民加槓桿意願延續弱勢，其中短期貸款減少4462億元，同比多減443億元。中長期貸款方面，4月減少3408億元，同比多減2177億元。樓市暖意十足，為何居民加槓桿意願不升反降？第一財經記者調研發現，在當前低首付政策環境下，主動降槓桿甚至全款買房正在一些購房者中興起。4月份的央行數據出來的时候，咱們就解讀過很多回是吧？一邊是樓市小陽春，2手房成交創新高，一邊是按揭貸款居然創新低，那專家沒法解釋。现在第一財經說他調研去了，試圖解釋一下是吧？我們看他解釋的合理不合理。他說業內分析認為，這背後既有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趨於保守，主動控制月供支出的審慎考量，也與2手房交易中贖樓還貸帶來的信貸收縮效應，以及公積金貸款
對商貸替代作用密切相關，全款買房開始興起。他說为何會出現這一情況呢？業內觀點認為，最直接的原因或許是居民加槓桿越發審慎。天風證券這個分析師劉杰認為，今年以來多地加大樓市寬鬆政策支持，採取下調首付比例等舉措，購房者尤其是剛需群體實際行為卻略有不同。部分購房者或許不會執行政策下限購房，而是傾向於支付更高的首付比例，甚至全款購房。這個我覺得可以理解，因為你首付比例越高，那你貸款越少，你給銀行打工，給銀行做貢獻就少。咱們舉個例子，对吧？如果按30年算，你貸款100萬，那麼大概你還的利息也得有100萬，少也少不了多少。你本金你要還，利息你也得還100萬，你少你得還80萬，多了恐怕還120萬。就這玩意大家可以算，对不对？現在如果按3.1的利息算的話，恐怕至少90萬吧。就你貸款100萬，利息你要還90萬，這個大家可以人工智能你問一下，一算很快就出來了。你要貸款500萬，你就給銀行要付利息，要付500萬的30年，牛馬，你的工資一個月多少錢？所以說這麼一看，剛需房那肯定傾向於全款買，七大姑八大姨借，這意味着存款購房偏好提升將壓制貸款購房需求，成交量回暖或難以有效傳導至信貸數據。你看，在深圳某互聯網大廠工作的錢維維更是一個縮影。她與丈夫從2020年開始觀望樓市，最初計劃3成首付，月供2萬元，目標總價約530萬元的房產。後因家庭原因，購房計劃一再擱置。到了2020年再次準備入市時，她的心態已發生明顯變化，目標房產總價從530萬元降至360萬元左右。這個我得說一下，我個人認為，他2020年是530萬的目標，那麼2026年360萬的目標，但是他這個目標說不定是同一個目標，因為房價降了。考慮到工作的不穩定性，他希望拿出280萬元積蓄，將貸款金額控制在100萬元以內，並優先使用公積金，這樣利息和月供壓力都會小很多。過去那種將商貸拉滿的做法已經不適用當下。錢維維說，廣州房地產從業者李強觀念轉變同樣明顯。過去他和同事們有個共識，房貸是普通人這輩子能借到的最划算的錢，手上有現金，最低首付，剩下的再去買下一套，那是房子上漲的時候加槓桿占便宜，对吧？這個道理大家都懂。現在房價在下跌，誰敢加槓桿？2021年前後，他踩準高點賣掉了手中的房產。按舊地圖，他應該加槓桿置換一套改善型住房，但價格沒談攏，他想再等等。這一等風向變了，如今他正規劃全款買入廣州稍偏遠區域的房產，全款能談額外優惠，開發商回款快，省下的利息比用這筆錢理財的收益還多。他說，倒也不是看空樓市，主要原因是不想再背債了。房價下跌也在進一步助推這一趨勢。劉杰進一步指出，房價下跌會導致貸款額度直接縮水，銀行發放按揭貸款的金額一般為房屋成交價或評估價與貸款成數之極，即便貸款成數維持不變，貸款金額也會隨着房價下跌而收縮，居民中長貸款規模自然也會隨着房價走勢而出現減少。李強補充道，他說大多數剛需房購房者目標其實很明確，比如鎖定工作附近某個區的具體街道，在持幣觀望的過程中，如果房價下降，減少貸款成數是自然的選擇。更何況當下穩健投資的收益要跑贏房貸利率已非易事。我想起了這個5年前恆大暴雷的時候，是吧？咱們天天說，所以得罪了很多這個人，所以給我發了一個口罩，天天是不是5年前就天天說，你趕緊把你的理財資金拿回來，把你的存款，先把你按揭貸款全給還掉。有很多人覺得我手上是不是應該留30萬現金，留50萬现金，要怎麼樣？他按揭貸款還沒還完，他手上留30萬现金，我也不知道留30萬现金幹啥。你那邊給銀行貸款的時候還有5%、6%的利息，按揭利息，你傻不傻？這邊是你的存款才3%、2%的利息，
這邊你貸款銀行這6%，那銀行就喜歡你这樣的客戶，拿你的錢賺你的錢，服不服？拿着你的本金賺你的錢，所以從那以後是不是啊？後來就越來越多的人去還按揭貸款，導致銀行不高興了，銀行開始預約，你提前還貸款預約完了之後，種種找借口不讓你提前還，大家還記得吧？後來鬧到監管部門出面，才允許韭菜提前還按揭貸款，居然搞到這份上。現在還貸款的越來越多了，所以說央行公布的居民長期貸款餘額在下降，不就大家還掉了嗎？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你拿着現金，你存銀行才3年期才2%都不到，但是你的按揭貸款是3.1%，所以你有1分錢都應該去還貸款。文章說，除居民槓桿意願變化外，業內認為，樓市成交與信貸數據出現不一樣的走勢，也與購房行為的結構性轉變有關。近年來，全國及重點城市二手房交易快速攀升。2023年至2025年，30個重點城市年均增幅20%，其中很大一部分屬於套現性質，置換需求占比較低，由此產生了由贖樓驅動的還貸效應。這個專家進一步解釋，他說次新房掛牌量增加後，還貸效應越發明顯。前期房價處於高位時，槓桿加得較足，而當前房價回落，即便有接盤購房者通過按揭購買，貸款額度也大幅縮水。深圳一位資深地產中介人士以近期經手的一個案例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一套2021年以600萬元買入的房子，首付3成，貸款420萬元，到2026年市場價跌至480萬元，你說5年跌了120萬，業主此時決定賣房，成交後首先要還清剩餘約380萬元的貸款，實際到手現金僅剩100萬元左右。以前賣房是為了換更好的房子，錢在樓市裡滾，現在賣房是真的賣，錢從樓市裡走出去。該中介人士說，確實這個有一個現象就可以說明這個是真的。如果說這個錢在樓市裡滾，那麼二手房一火爆，那新房必然會火爆。賣房的人他肯定拿着這個錢去買新房，買那個更大的，是吧？是改善，那新房也會出現小陽春。但是現在小陽春只有二手房，那就只能說明就大家把房子賣掉了，錢拿到手上，要麼存銀行，要麼換成綠票子，不知道去哪兒了。所以你就發現這二手房所謂的小陽春並沒有傳導到新房。此外，有市场觀點認為，當前住房公積金貸款對商業貸款形成了一定的替代效應。劉杰認為，今年以來剛需購房群體偏好使用公積金貸款，對商業貸款需求形成一定的替代。這個說法不對，因為我對這個也不了解，公積金貸款和商業貸款到底在央行是哪個口徑，是吧？這央行公布的數據說居民中長期貸款，對吧，下降嘛？公積金貸款是不是在居民中長期貸款裡面？這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用人工智能 AI 就問一下。我問的結果，商業貸款裡面就包括了公積金貸款。這公積金貸款可以視為叫委託貸款，就是公積金中心委託商業銀行去發的貸款，在央行統計口徑裡面已經統計了商業貸款裡面。當然了，這個人工智能答的答案也不一定是準確的，也就是說，央行公布的居民中長期貸款裡面，它已經包含了公積金貸款。所以說，你解釋成說大家都用公積金貸款去買房了，不用商業貸款，那你用公積金貸款，那還是在央行還是歸口統計為商業貸款。實際上，為什麼居民中長期貸款在下降？唯一的解釋就是一個，現在大家傾向於全款買房，如果不能全款，恐怕也付50%以上，80%的，也就是說大家不加槓桿，買的越少越好，这槓桿越小越好。这第二個什麼？第二個就是那些沒買房子的人，他也在憋足了勁攢錢還按揭貸款，勒緊褲腰帶，攢一分是一分，完了之後攢到1000塊、2000塊，馬上就還按揭貸款去了。所以第一財經日報說，樓市回暖為何帶不動房貸？這就是資產負債表衰退，這就是全民降槓桿，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對吧？不是給誰發個口罩，哎，這玩意就能改變。那第一財經日報今天他又刊登一篇報道，咱們結合起來一起看，更有意思。它叫剛需掃貨京滬老破小，300萬以下的二手房賣爆了。他說，今年樓市小陽春行情持續期比往年更長，以往樓市小陽春大多集中在3月、4月，但今年5月以來，核心城市二手房成交依然活躍。在數萬套成交背後，誰在密集進入二手房市場？從一組數據可以
可見端倪。說以北京為例，截至4月份，當地300万元以下的二手房成交占78%，這意味着低總價房源背後的剛需買房人依然是本輪二手房行情的主力軍。誰在抄底二手房？以北京、上海代表的一線城市，在今年樓市行情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今年4月，北京二手住宅成交 1.8 万套，創下近5年4月單月新高。上海4月二手房商品房成交 2.9 萬套，成交規模處於近年同期高位。這2大城市的小阳春行情是昙花一現還是企穩反轉，對後續市场信心極為重要。一個積極的現狀是，目前北京、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還在保持增长。綜合多家机構的研究數据，低總價剛需買房人是本轮市场成交的主力軍。以北京為例，普瑞地產研究表示，截至4月份，当地二手房成交中300万元以下的總價房源占比達到 78%， 這一數值在2023年初僅為 65%， 期間上升了13個百分點。再進一步細分可見，這一變化主要發生在總價200萬元以下的房源，成交從2023年的 45%显著上升至2026年的4月的 60%， 也就是北京10套房子裡面有6套是在200萬元以下這個價格。說實話，200萬元以下在北漂買房，那怎麼說？如果夫妻倆，那壓力就小得多，是吧？夫妻倆200万元，工作個10年，差不多也攒了100万了。首付100萬和貸款100萬，這100万30年每個月得還多少？還了大概3、4千、4千塊，大概我也不知道啊。那夫妻倆恐怕壓力小一點。那甚至有的是吧？夫妻倆在那幹了10幾年，北漂吗？恐怕也攒了200万，乾脆直接也把买了算了，全款。我觉得北漂夫妻倆幹個10来年，攒個200万，這個應該不在少數。尤其是在那些大廠上班了，在大廠幹個什麼普通就是碼農能做到，因為碼農怎麼着，你大廠碼農還不得3、4萬一個月或者3萬。如果夫妻倆再省吃儉用一下，是吧？幹個10年攒200萬應該是可以的。說這意味着在北京二手房交易中，買300萬元以下房子的人占比逼近80%。說上海也有類似特徵，今年4月，當地300萬元以下房源占比為 70%。進一步細分，70平方米以下總價200萬元以下房源分別占 71%、50%， 也就是上海是一半的人賣10套房子，有5套是200万元以下。北京更厲害，北京是10套房子6套200万元以下。上海一樣的道理，如果夫妻倆在上海漂個10年，也差不多全款200萬買房。为何刚需房成交占比持續升高？普瑞地產研究表示，上述趨勢進一步說明，去年老破小房源跌出極致性價比，在持續消納市場的極致剛需入市。有2個原因，第一個就是現在200萬的這個房子，那在去年恐怕是250萬，那今年對這些剛需來說，它也跌到位了，它也買得起了，這是第一個。因為房價在跌，你去年你讓他掏250萬買，你今年就200萬。第二個，恰恰說明後面你就賣不動了。如果大家都不是加槓桿，都是降槓桿，都是全款買房，那我在想，你到明年你還有多少全款的人呢？現在一把割了，明年恐怕就没了。你10年攒200万的人，畢竟沒多少。這即便在北京、上海也不是主流，對不對？你還得是大廠的。北京、上海我不知道，北京的平均工資好像也就1萬多，平均工資，大部分夫妻倆一年收入也就20萬，或者撐死了30萬。夫妻倆，你租房的錢去掉，就是平均。我說的不是大廠了，平均的那20多万、30万，30万你把租房要去掉，吃喝拉撒坐車，那你頂多也就是一年攒個10萬塊，10年攒個100萬，也就這樣了。大廠的會多一些，你比如在百度、在美團，那今年這個小陽春可能把這一批大廠的割完了，明年割誰？但是同時你要考慮到，如果房價不降了，那現在你看上的200萬的房子，明年還是200萬，它不降了，不降了不更買不起嗎？今年買得起是因為它降了，对不对？很多人攒錢，他的存款在增加，房價總價還在下降，所以2個一趕上，人家就買了。那明年呢就不行了，明年因為房價它不降了，你就靠你的存款增加来夠得着存款買房，這就比較難了。說來說去，說1000到1萬，都是學區房鬧的。今年還執迷於學區房的，
明年說不定就要後悔，大部分要後悔。所以大家记住了，今年北京、上海的小阳春卖出10套房里面6套是200万以下的，你这已經说明一切了，不要还在幻想着什么房價上涨，這都是韭菜根都被刨掉了。我們再看個新聞，這個新聞就有意思了，跟網紅超市有關。按理來說我不想評價這個，但是我看這2天都在熱搜上面，他昨天就已經上了熱搜，今天又在熱搜上面，那就不評價一下都不行。鳳凰周刊它有報道，当然其他媒体也有報道，說這個網紅超市要65億进軍房地產。至於他怎麼搞房地產，這房子賣給誰，哪兒拿的地，怎麼拿的地，這也不重要，我也不想關心。我就讓我想起他還有一個新聞，這個網紅超市成立一個文旅公司，說他就是个超市，他成立一個文旅公司幹啥？所以我們就把它理解成什麼？他就是以超市為中心，開始往周邊拓展，也房地產、娛樂是吧？就是多業態了，開始。按照這個專業的說法，是不是它叫什麼跨界經營？以前恆大暴雷的時候，我記得有個央行行長、副行長說，個別房地產公司是吧，無序跨界，導致資金鏈斷裂。那現在網紅超市跨界到底是好事壞事？給他鼓掌，還是說未來也跟恆大一樣呢？這誰也不知道。但是讓我想起來，華西村也給他們的村民蓋房子，所以我覺得網紅超市下一步是什麼呢？他把房子一蓋好，這房子賣給誰？如果他賣給社會，咱沒得說，他就跟萬達、跟萬科、跟保利一樣，人家去蓋房子、賣房子，這沒毛病。他也要做開發商。但是如果他這個房子只對內賣，是吧？賣給自己的員工，那這個就有意思了。那就不就是跟華西村一樣嗎？是吧？它是賣還是送，還是半賣半送，還是優惠價格？但這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什麼？它會打通一個叫什麼？就像華西村一樣，你在這兒，你生是這個超市的人，死是超市的死人，你的吃喝拉撒我全管了。華西村不就這樣的嗎？他的村民是吧？從上學到結婚到房子到生老病死都在華西村，全給你解決。你就在華西村上班。我想這網紅超市會不會也走這一條路一樣的？好，你在這個超市上班，給你發工資，我這是假設，跟華西村學，他就這樣子，給你發的，比如說每年你的工資是50萬或者100萬，你就是清潔工，一年給你發100萬，但是這100萬現金只有3萬，剩下的97萬是股份，是那種叫什麼期權或者什麼亂七八糟，反正就是華西村一樣的搞法。但是你要花這97萬，不好意思，你打報告。你說你們家孩子結婚要花錢是吧？可以，我來幫你操辦。華西村不就這麼幹嗎？也就是他內部是一個小王國，他對外跟外面打交道需要紅票子，你內部的票子不行，得拿紅票子。內部他用他自己的票子來結算，他自己一套算法。對外宣傳的時候說我們人均都是千萬富翁，人人都有別墅住，人人都有小汽車，都有勞斯萊斯，沒毛病。但是你要花紅票子去外面花紅票，對不起，這是控制的。因為紅票子不多，那好，你要，比如說你這賬上是100萬，你想花紅票子100萬的沒有，那你要幹啥？你說孩子要去北大上學是吧？那行，你允許花10萬塊錢紅票子，你交學費，孩子要去在那兒去吃飯，給你批額度，這不就是咱們要花綠票子，不就是這麼玩法嗎？咱們花紅票子隨便花，但是你想說搞點綠票子花一花，在全球到處花，那不好意思。有額度，華西村就這麼玩的，所以華西村對外宣傳的時候，人人都是千萬富翁，家裡都是別墅，什麼都包辦，生老病死都由村裡包辦，你自己不用花錢，這簡直就是進入共產主義了。這個符合網紅超市這個人理念，我就懷疑他是不是要這麼走。你看往下的不就這麼來了嗎？我也不知道他房地產到時候開發是給他內部人用，還是說對外面銷售。如果對外面銷售，那你厲害，你賣，大家你跟這個保利，你跟中海，你跟萬科一起競爭沒毛病，對不對？你蓋的房子好，大家願意買，大家不買保利的，買網紅超市蓋的房子，口碑好，這沒毛病。你要這麼幹，好事，對不對？反正大家拿腳投票，你這好，人家就買你叫什麼性價比，物美價廉是吧？同樣的錢，你的房子比保利的質量還要好，蓋的還要好，那大家就買他的唄，性價比沒毛病。但是如果他要對內這麼玩，他說我這房子只賣給我的員工，那就要警惕了。那華西村剛開始也只有幾千人呢，不到1萬，就華西村剛開始就幾千人，好像1000多人，慢慢的他把周邊的村併進來了，華西村越來越大，1萬多人。他剛開始也沒多少人，就是一個村。網紅超市也差不多，網紅超市人加在一起不少，是吧？
夠他搞這種華西村這種實驗了。所以我們可以密切關注，看看他是要走華西村這条路，還是要玩什麼幺蛾子，是向普通的消費者或者韭菜提供房子，還是說要建一個什麼理想國，這個我們要關注，很有意思啊。如果他要是面向社会，我倒是覺得不容樂觀，因為現在楼市它不光是口碑的問題，這楼市它就不振，畢竟是过剩，人口在下降，竞爭越來越激烈，白热化，现在開發商只剩下央企了，所以網紅超市啊進來分一杯羹，我覺得凶多吉少。如果他是面向自己的員工的，那搞一個理想國，那大家可以關注，那銀行就得小心了，到時候又是壞賬，到時候重組很麻煩。你看一看華西村，反正不管是哪條路，不管是向社會還是向自己的員工，反正都不容易。所以我就一直不理解，一個網紅超市它不能橫向擴張，它不能像山姆、開市客那樣橫向擴張，它搞縱向擴張，總覺得哪兒有點問題。你覺得這個網紅超市的無腦粉會買網紅超市開發的房子嗎？這些人不遠千里是吧，坐着飛機打着高鐵去那個地方捧場，但是他們會把自己的房子賣掉買網紅超市開發的房子嗎？這個值得打個問號是吧？這個事情值得關注，但是我總感覺已經有那麼一點華西村的味道了，我們拭目以待。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